有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把我带到了台湾，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请来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跟我在这个台上再唱一次，才能圆满这个30年的演唱会。各位，他是谁？有请林隆璇。但愿你相信，我依然爱你。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平息。流言传来传去，就像是我的心真正的忘记。流言传来传去，会随着回忆淡去，我爱你。但愿你相信，我依然相信，最真的心。30年这10000天里面，真的带着你们很多很多的爱来到今天。在现阶段，我觉得每一个能够让你们都开心的机会，如果我能够做到，我都希望可以尽量去做，不要错过。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永远都有这种魄力做这么大型的舞台表演，大概每一次都是倒数了。所以特别珍惜每一个能够跟你们可以很亲近的时间，就像今天晚上一样不要太快哭。OK，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一起，我们要享受一起的快乐，好吗？